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9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代，头先就来报您知。U10杯青年野球赛，台湾拍赢美国，得到冠军，由球员随叫日本职业棒球签记。菲律宾发生非洲地震，自今日下晡4点开始，禁止对菲律宾早有肉物件入来，若无会罚款20万。宏泰的飞食对日本千亿元登陆，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新闻一开始，咱来看国民党的政治新闻。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也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伫新北市内造势，前总统马英九甲党主席吴敦义拢有到现场替徛台。不过现场马英九话还未讲煞，就互请落台。韩国瑜讲，因双方已经有电话联络过，也亲身向马英九来回实的。不过，这个造势活动前后任新北市长朱立伦甲侯友宜煞拢无来。这样大家能够接受吗？不行。前总统马英九伫舞台面顶到3天的演讲，入口的所在所看到高雄市长韩国瑜豆豆行入来会场，支持者是真激动，而且佮加喜喜叫，希望马英九赶紧结束演讲。而且主持人打甲韩国瑜欢迎了，后一秒煞甲马英九请落台。谢谢马总统，谢谢。话还未讲煞，就去互请落台，马英九感觉想袂透，嘛真遗憾，因为伊是去互韩国瑜竞选办公室邀请者来出现，嘛哪像知影讲是竞选团队出包。高雄市长韩国瑜下晡出席市政座谈会时阵，当回答市政问题了，就随背回甲马英九已经通电话，嘛得到伊的谅解。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才会觉得有点不解跟遗憾。那马总统说他不会放在心上，排得太密太满。那我跟马总统特别跟他致歉，沟通完他就了解了，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双方的误会化解，马英九强调讲嘛是支持韩国瑜，不过国民党的团结受到考验。车牌造势地点是伫咧新北市，韩国瑜讲是登去故乡，不过新北市的大家长侯友宜却无来出现。记者讲受访问时阵，佮讲会要求东港去造势民众打派去草埔爱赔。你把原有的草坪破坏了。那这是大家要使用的，必须就要把它复原。我们一定会按照规定，该球场就球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侯友宜依然是保持较美手的态度，对韩国瑜确定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了后，就捌出现伫造势场后来徛台。当然初选了后，话讲要团结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嘛无出席。韩国瑜真拍拼地表现伊的诚意，说口来出问题，互整合转来前。记者综合报道。原来国民党想要诱我的郭台铭，有媒体报道讲，伫这个月12日，郭台铭会来宣布参选，也讲13以前会发表退党的声明。郭台铭也表示讲，伫17以前会有全部的答案。虽然讲这个参选时间无讲定着，若讲要着的时间会送伊月饼一盒，而且佫会创着有创意的纸条。如果郭文哲想要送月饼，也会当送伊。郭文哲也表示讲，目前是还未收到，若阵郭台铭要选，会甲伊讲。8月1日要到啊，郭台铭到底当时才要宣布要参选，各界拢伫约。媒体报道讲，时间点会伫咧中秋这几天，而且有人点名讲要伫12这天，郭台铭会正式宣布投入去2020总统大选。我还没收到月饼呢，所以没有跟你有任何的联系。没有啦，我是这样的，他有决定，他会跟我讲，剩下8天了。在台湾历史上最关键的8天啊！距离9月17号只剩8天时间，其实每一天都可以猜。那如果真的要猜的话，如果猜对的话呢，我们会送一盒有字条的月饼。纸条内容我们再来想想看啦，看怎么样会比较有创意一点。那如果真的柯市长有需要，我们真的也会送一盒给他。郭台铭看起来就是已经要参选，佮传出讲13郭台铭会发表退出国民党的声明。
郭台铭的办公室表示，剧本真济，大家阁互郭台铭一点仔时间来思考，9月17进前会互大家答案。若是针对初八暗时马英九伫韩国瑜造势场合演讲，叫韩未叫伊落台，怪不得讲伊真正是看甲硬气。郭台铭办公室嘛表示讲真遗憾。那一幕哦，坦白讲，我倒是有点目瞪口呆，你知道。马英九也是脾气好啊，如果是发生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一定会要求大家写检讨报告。还是说要参加来者是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这种情形，我们觉得很心疼、很惋惜，也很遗憾。怪不得甲郭台铭的办公室拢讲是替马英九真唔甘，针对郭台铭伫人面前破文讲拼场不如拼世界冠军的这件代志，马洪耀讲是伫个韩国瑜，带心如是八回，唔是针对韩国瑜新北的造势，大家拢误会啊。记者综合报道。一直拢有风声讲，所罗门群岛要甲咱台湾断交。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接见所罗门外交部长，也强调讲，咱两个国家已经建交36年啊，未来也希望会当进一步提升两个国家的关系，伫国际上来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向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内利问好，因为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两国邦谊可能有变化，转向中国。外交部特别邀请所罗门官员来台湾交流。蔡总统特别讲，两国已经建交36年，希望继续这份珍贵友情。我常说，好朋友就应该要常常相聚，而台湾和所罗门群岛就是最佳的例子。蔡总统感谢所罗门伫联合国大会支持台湾，讲到去年访问所罗门，去看中央病院的台湾卫生中心。外交部迄张影片，更讲到来台湾受训练的所罗门医生，亲身感受到台湾护理保健制度优点。当去国了后，要伫庄卡开诊所，服务民众故事。伊相信两个是互相斗相共的朋友。我们也是相互扶持的伙伴。那么过去3年多来，两国持续在农业、医疗卫生、教育以及人力资源发展等领域创造更多的合作成果。因为美国参议员卢比欧初次搁一摆呼吁美国国会通过台北法案，稳固台湾外交，传达美国未对中国行为拢未出声的信号。他在稳固跟台湾的邦交国的同时，他可能能够这个老朋友能够给他多少的协助，多少的支援。那假设他真的要变心，转而投到中国大陆北京当局的怀抱里面，那北京能够给他相对应有多少的一些实质的好处或实质的利益，能够协助他们，这些都是一个很实质利害关系的考量。蔡总统强调，台湾伫国际社会负责任、肯奉献，希望未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所罗门伫国际上继续支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昨暗出席908台湾国木产散会时阵，伫咧台场致辞讲到，台中感觉是一个鬼所在，对伊有四不的限制。陈水扁共呛声，陈水扁这款的讲法敢有违反规定呢？台中感觉讲目前该了解。在支持者的欢呼之下，前总统陈水扁真大方行就台，提麦区感谢支持者。除了讲政治，嘛真不管台中家家为伊设下死的袂当做的原则。叫我袂使演讲讲政治，我是要讲啥物？我的职业就是政治，我一定爱讲政治。陈水扁愈讲愈激动，批评台中家家是一个歹所在，对台中家家提出的袂当上台、袂当演讲、袂当讲政治、袂当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表达不满。伊讲就是要将这5当来头一摆上台致辞献予908台湾国。我今仔日无听电话奏声，嘛无来笑我是正式上台。初八暗，但前总统参加908台湾国募款参会时阵，直接去台顶致辞，讲为一边一国行动党邮票。他来就很高兴了，没想到他既然要上台演讲致辞，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现在就是把整个市政收集完成，我们会去做评估。目前的进度是这样子。台中家家表示，目前陈前总统阁是保外就医的状态，准予参加参会，前提必须爱遵守保外就医受刑人相关的规定。若是违反规定，有可能有真侪处分的方式，阁需要针对迄当阵的情形做厘清，会进一步了解相关的经过，再阁做处置。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中国甲台湾的国防是参无到水无流，也毋过因为两岸关系变较紧张，中国解放军却对两国的中线一直拍过来。专家认为讲，中国国庆要到啊，解放军也拄完成联合军演，除了要吓惊台湾以外，也想要将中美贸易战的压力转到台湾。记者报飞弹示范，中国解放军战争也结束，东山岛达到联合作战，来展现强军对军种联合作战能力，达到快速打击、快速撤退要求。而这次我们升级了系统，打通了数据链，让数据能够实时共享，上级、海军、空军和我们自己侦察到的信息，能够通报指挥所，也能够共享至基层作战单元，这样效率更高了。随上中国国庆即要到，今年除了扩大阅兵规模以外，东山岛军演更加是大大展示军事实力。今年以来，更加在海峡中线大热文章。根据国防部讲法，海峡中线由北纬27度、东经122度到北纬23度、东经118度一条无形直线。1950年代，自台美军画出台海中线、大卫斯线，规范美国军机无用飞到海峡西半部，两方也拢有无越线的共识。不过到90年代，因为台海危机，两国论事件，中共军机常常挑战中线。今年3月，中共军机更加在海峡南北两边来越界。随着它大陆实力的强化，它对我们形成一个不止海峡中线的压力，事实上整个台湾岛周边。它的压力会与日俱增，也因此要不要进行一个蚕食？我认为军事的意义远小于政治的意义，因为军事它能力其实已经快速具备这样的实力。国防部对于台海周边的海空域军事动态都能够充分的掌握，并且依照相关的战备规定及时应处，绝对有能力也有信心维护国家的安全。军事专家认为，每年中国国庆进前，强军一向拢有军事动作为国庆暖身，尤其强军都完成东山岛达到联合军演，中国也一直经过海峡中线南北边扩张军事，除了恐吓台湾，也建议内部不满中美贸易战压力，转移过来焦点的意味。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中国伫咧国际上一直甲咱台湾吃，不过咱台湾只要拍拼，就会当出头天，您讲是毋是？U18世界青年野球赛，中华队打败美国，得到冠军。伫咧冠军战造成发投手的意欠，得到大会认证的上届有价值的球员。另外，左投王建廷也确定会甲日本职业棒球东北乐天签约，也确定要去日本发展啊。将世界青棒冠军奖杯捧掉了，中华青棒队初到这分两季开战归国，受到影响式热烈的欢迎，球员拢真欢喜。冠军战对着美国，但前先发投手的伊欠无失分表现了真好，得到大会上价值球员。伊讲要将这份荣耀献给伫咧天顶的爸爸。BP 感觉就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我的就是每一局都是要感谢队友了。因为一直鼓励我，我很开心这样。负责定办球员的投手陈碧佑化解危机，为中华队将冠军战的胜利收掉了。伊讲，伫咧国际比赛关键时阵，上中球员压力有影真大。上去的时候比想象中的还要压力还要大，其实收获很多啊，就是国际赛，然后面临危机的时候，觉得让自己冷静的能力进步了，这样就是因为那个压力真的很大，然后抗压性也变好了。中华青棒球员隔了9冬，帮台湾摕到世界冠军，嘛互美国队5-8望喙。其中主体球员来自新北市国宝家乡的球员，开战归国第一时间返去到学校，同学拢热情热队欢迎。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嘛亲身去现场感谢球员为国家争取公赢。记者王建廷已经和日本东北乐天签约，都要展开旅外的野球生涯。也蛮期待在那边的训练，看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学长跟我提到说，就是重量跟体能那边会都比台湾菜单重量就是重很多这样子，然后就是跟我说要赶快适应。我想要旅外，对吧？旅外想要去哪？美国或日本吧。中华青棒球员一步一步完成野球梦，未来唔但是要和台湾徛伫咧世界野球的舞台，嘛要去美国、日本野球世界继续发光发热。记者综合报道。
除了着冠军爱继续保持以外，咱台湾无非洲之际也是爱继续保持。在今仔日，菲律宾农业部来宣布讲，因出现非洲之际病例咯，也咱台湾也自今仔日下晡4点开始，若准对菲律宾有早猪肉成分入内，来防罚20万。 Sa African Swine Fever o ASF ang 14 sa 20 blood samples ng baboy. 菲律宾的媒体报道，农业部秘书长达尔伫咧初九早起证实，卢总岛有2个省出现非洲猪瘟的案例，已经杀死7416只猪仔。菲律宾是亚洲地区伫咧中国甲越南等国家第8个发生疫情的国家。嘛，因为安尼，对初九下晡4点开始，只要违规对菲律宾炸猪肉制品，头一间会罚20万。 我们预期其实它的就是状况已经是整个应该可以说是会蔓延啦，所以在这边还是再次呼吁，就是中秋节也快到了嘛，所以含肉的月饼就不要携带这样子。 防检局表示，早伫咧顶个月19就关于菲律宾爆发疫情，将伊列入高风险地区。飞过来台湾的班机，因为爱提前部署，针对手关的甲托运行李，已经进行100%的检查。初九开始是以疫区的标准加重处罚。这份的去到台湾的旅客嘛，拢表示愿意配合这款的规定。因为都守法，就按照规定来，就不会担心了。只要自己小心一点，不要带那些犯法的东西就 OK 了。 目前亚洲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佫是非洲猪瘟的非疫区。防检局表示，但是四周边的国家一个一个沦陷，台湾嘛是爱真细腻，呼吁等下台湾的旅客千万爱配合，唔通炸肉制品，卖互防疫的风险曝光。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个佛灵3枪，自今仔日开始进行3天的佛灵安全演练。 不过，在屏东县恒春镇的里长甲这代表，率到核山厂大门口求北部条抗议讲这个演习有无周全的所在，因为是地方要求爱实际演练，而且爱专程来撤离。不过，这个关联会却无来安排。关联会也表示讲，后摆会甲屏东县政府做一个具体检验。 演习不公！演习不公！伫核三厂大门口有白布条，屏东县恒春镇里长甲地名代表大话演习不公平。当核三厂内底怎么进行核安演习，师傅迄天也有定实施部分民众的集合疏散。也不过里长因认为应该爱扩大为全镇来演练。我们恒春镇半岛有4个乡镇，好几万人，包括来玩的人加一加，将近10万人。 你这样用100-200个来演习，这样对我们百姓是不公平的。警方真紧就夜排结果，里长无法度入去厂内表达诉求，只好先离开。恒春镇长也开脸书直接播出，批评多年前就为着地方安全提起做全镇演练，杨国员联会一直拖。今仔日伊佫同款用这个半假笑的方式，同款30万的这个方式已经唔免啦，唔免而且咧。 浪费国家资源，浪费经费国家的预算。国际上认为最需要疏散的，也就是所谓的离电厂附近3公里范围的民众。好，所以我们整个规划在今年1月就已经等于谈妥。原联会解说，演习在今年1月排定，以紧急应变3公里范围内民众为主，地方是在8月才提出需求，所以讲袂符合立法。 不过，里长认为，原联会其实无关于做这么大规模的撤离行动，要求2天会趁这个演习的行程，找机会表达诉求。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县的卫生局长王汉志顶礼拜陪伊处理的人去金门病院急诊室，互医生看，却不满着急诊医师处理的方式，却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医护人员。金门县科职委员会在今仔日也开会决议，要记这个王汉志2小个免除卫生局长的职务。不过，说伊甲这个职务是占掉的，对着这款的结果，伊罗明表示讲无法度接受。 因为牵涉到医疗暴力行为，金门县卫生局局长王汉志经过县政府科职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后，认为王汉志言行不当，决议改记2支小过。王局长他也坦诚，他言行有适当的地方，
所以考级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可以记过2次。这件医疗暴力事件是发生伫顶礼拜5，金门县卫生局局长王汉志陪破病的亲人去金门病院去诊室看医生，敢若是不管去诊室姓陈的医师医疗处置行为，竟然讲歹听话，讲话恐吓，搁去甲动手甲杀。官府表示，因为王汉志是使用医术真悬，人事尽量调例，有专属的法规，所以先将伊调离原本的卫生局局长职务，未来会用照调官府的方式继续协助办理卫生相关的业务。但是有关是局长的亏，对这点医疗民表达严正的抗议，无法度接受。伎俩小过，这公务员要撤职你利用本身职务胁迫进行相关利益，图利自己家人，这怎么没问题？我们对于这个医疗暴力是零容忍。所有的这个发生的医疗暴力，我们都会照程序去通报、去报案。卫福部是强调，严厉谴责任何医疗暴力行为，但是这属于地方政府的人事尽量权责，对县政府的决议嘛，敢若当尊重。记者综合报道。唔知恁敢会烦恼讲恁防监视咧？在日前发生台中的地下岛使用中国的海空卫士监视器，引起了争议。落尾是继续查，发现讲伫咧台中市内有34间的学校，拢装备1600支的监视器，也是中国的海空卫士。议员要求台中市政府也赶紧来换。台中市教育局也表示讲，中央是无相关禁止的办法，若准是有，就积极来配合。若到下课的时间，学校外口拢是准备要接囡仔家长，学校嘛会当透过监视器来掌握学生的安全。毋过传出讲学校内底有中国制造的监视器，家长的看法是真无同。安全就好了。怎么说？就是有装监视器，对小孩子比较安全嘛。为什么一定要用大陆的？为什么我们的资料要传给他们？虽然学校拢会到监视器建立校园安全机制，毋过中国制造的海空卫士监视器，经过市政府的调查，总共有34间学校，总计1599支的海空卫士监视器。人本基金会表示真烦恼，议员嘛要求市政府按时设定换掉的时间。很多我们学童、我们学生在上课环境的这些治安安全的死角，可能就会被有心人拿来利用。他们的行为如果有被这样子监控，其实是非常并不妥当的事情。因为当我们今天的这个很重要的知识分子被绑架的时候，那其实会足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7月份，台中、台湾大岛真侪地下岛传出讲使用这支中国制造的海空卫士监视器，引起治安的疑虑。因为海空卫士有参加中国的社会信用甲天网的制度，会当收集人口面部的资料传回去。毋过针对治安的疑虑，台中市政府表示，中央并无规定禁止，嘛愿意配合来办。中央目前放入就是所谓的禁止采购名单的话，那他也会公布要求我们配合的一些期程跟座位。市政府清早进前8座地下岛128支监视器已经小连续来换掉，若是伫学校内底这挂监视器是经过真侪年预算分解编列，中央嘛会甲海空卫士立即去公布机关禁止采购的名单，若是中央确定相关的做法，教育部会随来配合处理换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昏透早6点外，一台自花莲出发的自强号，互民众翕到讲车厢内面有鸟鼠。不过清洁人员是敲3摆，也拢敲无。代替也回应讲，到终点站了后，规台车拢会做一个消毒。鸟车伫咧行李架下边行2步，搁骗一个卡垫，互民众迄落来通报车长。但是清洁人员来抓鸟车的时阵，早就无看影。礼拜透早6点外，这帮优化联发车的3控着厝自强号车帮，咧去台东的路里出现鸟车，车帮伫台东站停靠的时阵，清洁人员再度巡检搁摒扫。基本上车厢是密闭的，基本上老鼠在上来的机会几乎是不太可能。研判是可能是跟着旅客的随身的一些东西，有卖菜的带上来。外包清洁公司表示，沿路规台车巡3届嘛是无看到鸟鼠，伫车帮到终点站了后，搁进行大消毒。到底鸟车伫倒位来的？研判因为透早出发的南回线列车，定然有鱼贩菜贩在菜西上车，鸟车有可能互人早上车。他们就是定时都会有收垃圾的，对啊，我觉得还 OK。搭车民众可能吃便当，多多少少一定会掉一些零食或者碎屑，那不免一定会有引来一些昆虫或者是老鼠之类的。台
代替所有火车咧起行时阵，拢会外包清洁人员定时去每一个车厢收粪扫。以树林到花莲来讲，清洁人员差不多来回行8转，代替嘛无排除过去火车无出现鸟车啊，是因为月台甲列车之间有楼梯，但是即马进行无楼梯换了后，鸟车有可能2日来，未来会要求清洁人员加强巡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好真。在今年第15号航太 Faxi 找到透早伫日本千叶县来登陆，目前已经传出有2个人来死亡，60多人受到轻重伤，也严重影响到交通。超过160个航班来停飞。Faxi 航太也是有97级，也变做日本关东有史以来上介强的航太。南韩现代集团的物流公司，因为汽车运输船伫车尾时阵，在美国东部海域来并船，目前是4个人来失踪。在顶礼拜对台湾东部海域所经过航太00，车尾也去扰乱到北韩，造成5死3伤加财产的损失。咱也带各位观众做伙来关心。这是南韩现代集团旗下物流公司的货运船，规只船的船身向倒边摊去，附近有细只的搜救船伫边啊。不过无法度入去到船内底来救人。Rescue efforts have stopped for now as conditions are too risky. Once the vessel is stabilized, officials will try to get inside the vessel to locate the 4 missing crew members. It is still unclear what had caused the ship to tilt over, and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cident is ongoing. The vessel is currently 1.6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port of Brunswick in seawater that is just 11 meters deep. It was carrying around 4,000 cars. No active release of pollution has been observed from the vessel. 南韩外交部表示，车北半暝2点左右，这只船经过圣西门苏岛附近，并船了后，船顶有24个人。美国海巡人员接到通报，派出8个搜救员过去，10点钟以来救出20个人，其中有6个人是南韩的，菲律宾籍的有13个人，另外有1个人是美国籍的军官。另外4个失踪的人全部拢是南韩的人。目前南韩外交部已经甲美国来合作，希望可以当赶紧找到失踪的人。警方认为这是南韩威力上大，而且造成死伤的航太之一00。车次继续向北韩来刷叮当，除了造成伤亡以外，更加46200公顷的田淹掉，农作物拢害了，嘛互欠粮食的问题更较严重。另外，阁有真8段的建筑拢害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航太要来进前，已经紧急召开会议，所发现官员无注意到00航太可能会造成的威胁。当庭发生地，美国官员对应付航太根本就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英国的新闻。英国航空劳资双方针对着薪水来谈判，是讲袂罢。有4000多名的机师自初九开始要来罢工2天，拢总有1600个航班来取消。这也是英国航空机师头一摆来罢工。估计这1天的罢工造成英国航空经济损失大约是37亿台票。不过，资方的态度是真的无想要退让。英国航空劳资双方9个月薪水谈判3个破局，资方7月提出的未来3年11.5%的加薪幅度，技术工会未接受。理由是过去几年公司营运无好时阵，员工本着甲公司斗阵经过精神度过。去年母公司 IAG 无扣税进前的利润是成长将近10%，应该爱甲员工分享。不过，英国航空认为其他技术薪水已经是世界级水准，包括电梯在内，一年会省超过20万英镑。而且讲占公司员工总数90%的其他2个工会，拢已经接受11.5%的调薪幅度。技术工会是讲，副技术的平均薪水是7万英镑，新进人员敢若降到只有26000英镑。这款的薪水，互真侪派着10万块英镑受分费用的人员是真艰苦。第一阶段罢工会对9号起进行2天，若是谈判也无进展，27又搁再来罢工。这是银行技师头一摆罢工，估计一天经济损失达到4000万英镑，受影响旅客人数伫30万人左右。英国当局希望双方尽紧转来谈判，解决这场纷争。记者综合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初九的时阵任命前民政首席秘书周国来担任法务部长，也因为周国获提名了后，一直有争议，这项任命案可能会引起重大风波。另外，甲查某秘书的炒大前地师安熙正，最后的判决也出炉了，裁定伊爱关3年6个月。If given the chance, I believe that I have to answer the call despite my limitations.
I asked the public to provide me with that opportunity. 同款有争议的政治人物阁唔拿做国，南韩中青南道政治师安熙正，马强感觉伊会使做总统，而且阁互号做是文在寅的接班人。结果就伫咧去年，安熙正去互秘书指控，真侪改改性侵，还阁有骗数。再去互检方用强制性交、款式性侵等等的罪名来改起诉。南韩最高法院初九宣布维持2审的审判，判安熙正爱关3年6个月。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呢，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香港反送中是继续烧媒体。第一昨下晡，这示威民众也去到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呼吁赶紧爱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不过发生警民的冲突，民众也去包围旺角的警署，警方也放了催泪弹，佮用布地弹来驱离民众，也造成真侪公共设施受到破坏。示威者将钢筋弹出来催泪弹，佮牵倒转去，车被反送中抗争，主管民众由因甲美国驻港领事馆各送平和，但是下晡警民双方煞伫地铁中环站相持，一度对中环摊甲东路湾体组织单位啊，警方等过来掠催泪弹和布地弹强势驱离，过程当中敢若弹到一名穿反光衫的急救员。反送中运动期间，警民搁来间伫港铁站爆发冲突，包括旺角站、太子站、湾仔站和中环站，拢互人部分破坏。其中中环站出口互人放火受损上严重。林太覺得中環站情況點啊？地區林定員5車到雖然有去現場視察送斷的情形，但是無回應媒體的問題，顛倒向民眾開講。係啊，睇到咁樣喎，好傷心啊！喺昨天同埋以前一段長時間呢，我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嘅設施呢都受到非常之嚴重嘅破壞，有少部分嘅暴徒呢係無法紀，佢每天服務呢係超過504萬嘅人次，係我哋香港公共交通一個重要嘅持份者。港警針對禮拜的驅離行動，講總共施放18粒催淚彈、13粒槍架彈、10粒布地彈，並且強調，因為示威者最近各大間攻擊警察的行為，警方會更加提高警覺。為咗保護自己、被捕人同埋其他在場人士嘅安全，警方係必須同在場嘅所有人士保持一個適當同安全嘅距離。有部分別有用心嘅人士穿住反光背衣，混入記者人群裏面，為其他人作掩護，甚至攻擊警務人員。不過，香港記者協會要求警方正視過度使用權力嘅問題。我哋譴責警方濫用武力，惡意針對記者。針對示威民眾甲美國呼籲趕緊通過《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中國官方媒體是小電視批評，形容講類似車骨聽有彈共款，想要對1國2制侮辱殺人的攻擊。環球時報是報道，美國的態度未影響到中國政府的決策。不過，有評論指出，這嘛顯示中國對法案是毋是通過，確實是有感覺焦慮。記者綜合報道。人講富在深山有遠親，貧在路邊無人人。在社會當中，真濟困苦的人需要社工來甲因鬥相共。不過，恁敢知影，社工的薪水是真低，流動率也真高。衛福部也決定着加薪水方案，廣部門的社工風險津貼會改做直接來發放，在價是逐個月會增加1800塊到3000塊。委託外口的民間單位社工，也有新的方案來甲因規劃，來讓社工的薪水更加穩定。这篇家庭暴力防治的社工員，一天到暗地打電話聯絡個案，壓力大，案件複雜。也毋過社工的起薪普遍真低，大約在28000到310中間，所以講流動率也真懸。像是社工 Origa， 入來這度，而且做了10年啊，生活是真無簡單。有一些伙伴可能就是他们生活压力比较大，或比较辛苦，这样真的有那个需求，对，所以他们可能就不得不转往其他的专业，因为我们的薪资就是有一个范围在那边。奧瑞加講，伊也捌遭到個案的相對人數群眾，社工其實也外人無度感受的這個風險。為了將社工勞條例改善薪水問題，衛福部擬定加薪方案，明年起公部門社工的風險津貼改做常態性發放。正式嘅每個月加出1800塊到3000塊的薪水，委外民間單位社工，政府過去一直敢若固定發33000塊的定額補助，也無穩定嘅加薪制度。新嘅方案規劃出7年嘅年資加級，
电价补助也对34916块起跳，新店累计若是到了第7阶段，相关会有51875块。我们鼓励他专职9任，所以逐年递升。那如果他考每一年进阶，至少可以进到7阶。有社工员是真赞成，而请的方面也认为至少有改善，不过补助有7年的限制。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就是爱心的，就是无限的付出，可以有一些可能更好的配套，我觉得那会很好。他好，他现在说我从4年加到7年了，加到7年，你的天花板就是到7年。卫福部讲会阁再来检讨，不过新的方案会同步提悬对请的人的补助，减轻劳健保负担，希望透过薪水制度化，尽可能避免薪水汇管的种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在这月底会开放3间敢若有网络银行的执照。之前有风声讲，金管会爱顺做网络银行的董事，必须爱分清楚，袂使甲实体银行有往来，引发着其他银行股东的反弹。其中将来银行第2大股东，也就是兆丰银行，想要利用着法令更改做理由，要甲资金来抽调。第7月底摕到执照的3间孙网银传出有业者因为金管会要求孙网银的董事派人必须爱经分离，怎唔知要安怎才好？参与投资的民营银行被迫改派人选，其中将来银行第2大股东兆丰银想要以法令变更的理由撤资。我们是出资者，而且财务承诺书嘛，那花了那么多钱，要有负责的人去看着他们嘛。那如果说找了第三者去的话，那可能就效果不大嘛。金融分离就是金融业股站，若是要做孙网银董事，就无适合伫资本的金融业担任经理人，2项必须爱选一项。其实伫3间孙网银业者当中，被讲是国家队的将来银行，除了中华电信和全联之外，佫包括兆丰、成功和凯基等银行在内。有2100万用户的社群通讯软体 LINE 是选择和台北富邦银行、中信、联邦、渣打结合。若是伫日本已经成功有孙网银经验的日本乐天银行，是下海找到股票金矿进行合作。而且这3间孙网银伫咧竞争执照的时阵，都已经甲金管会提出预定重要负责人设计性的报告。伫咧已经被审核通过的预定董监事名单当中，就未少银行经理人兼任董监事。迄当阵金管会无提出异议，即马金管会向要求严格的经金分离，互关定伫这个月初要召开的董事会，应该月底甚至讲10月初才召开。什么样的职位可以来兼任这个董监事的部分？他们是有一些建议，那金管会很快也会有一个共通性的原则会跟大家来说明。事后的去给人家要求，我想这一个政府是比较站不住脚啊。纯网银的这些管理上来讲，应该是要考虑透过其他的管道或其他的方式加强管控。虽然前几天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捌表示，若是无利益冲突的问题，会当依照个案讨论兼任孙网银董事，但是因为孙网银拄则摕到执照许可，佫有真侪详细内容爱讨论，所以会伫咧2礼拜内调集业者讨论经金分离董事的派任原则。记者综合报道。公司董事会进行改选，在今仔日进行审查投票，21位互提名的，敢若1/3来过关。有委员认为讲，这个名单内底文化青年上过侪，也有委员讲，这是有史以来上无办的名单。文化部长戴丽君也回应讲，这不是事实，这款讲法也是不公平，对今仔日的审查结果表示真遗憾。陈香琪同意1票。陈香琪同意1票。公司基金会这届董事会任期9月25特别到期，在期由各党团推选的15位审查委员进行第7届提名审查。现在伊总共提出21个董事候选人，包括署名等3个现任董事通过连任。演员陈尚基甲前公司总经理，嘛是现任学者欧元辉，分别伫第1轮甲第2轮投票通过。员工董事王彦杰是真罕哩看，伫第1轮就已经通过3/4的同意否定。毋过，敢若7个人通过审查，嘛，互文化部长戴丽君感觉讲，真正是做无彩的。跨党派共识的有17位，那但是通过3/4门槛、12票门槛的却只有7位，其实有许多位都是经过再三邀请、力邀下来应允的，所以我想我今天也要一一打电话向这些董监事候选人表达很抱歉。其实候选人的名单顶礼拜出来了后，捌去互质疑，艺文界人数超过60成，比例超过。
审查委员嘛伫投票进程质疑名单有收侪文艺青年，对实际经营媒体是真不利。这里面的文艺气息非常重 ，NGO 的团体啊，或者是优秀的文青呢非常多，但是我觉得有经营经验的。 尤其是媒体经营经验的相对少，这会影响后面对华视的董事组成。有史以来，我认为是最弱的一份名单了，因为不仅是文青情分太低，他没有重量级的经营人才在那个地方作证。 文化部长陈丽君了嘛对这个代志来回应，名单有符合公示法的精神，若是名单去用形容讲是历史上上淡的，毋是事实，对候选人嘛无公平。而且照规定，公示董事会上无爱选出17个董事，3个干事才算完成。陈丽君表示会尽力完成后一份新的人选名单，会赶紧开始后一届的审查。记者综合报道。 有人爱好头，也爱好尾。一个真有名的体育主播朴达人，因为无爱受到病痛领治，去年到瑞士接受安乐死。伊的后生甲立委柯玉仁在今仔日透过面册直播进行对谈，希望提出到尊严宪章法的草案来推动安乐死合法化。卫福部也强调讲。 目前国内有安宁缓和条例，甲今年会施行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让病人对生命有选择的权利。体育主播傅达人因为着腰手癌真艰苦，去年6月伫厝内底人陪同下到瑞士接受安乐死。因为伊在死前积极主张推动安乐死合法化，伊后生傅俊豪决定依循老爸愿望，甲立法委员柯玉仁对谈，希望伫国内推动尊严宪章法。 他喝下那一杯药之后，3分钟睡着，很平安，很平安，完全不带任何痛苦的离开我们，没有任何遗憾。那我们的心里也好过很多。是要给病人一个选择，就是认为安宁缓和条例它会让情况可能变成是无限期的拖延，会加重病人跟病人家属的负担。 所谓尊严宪章法是针对医学判定无法度治好的病人，由病人自愿请求，伫医病共同决策的，由医师终止性命协助。这其中包括病人自愿积极安乐死，甲医师协助自杀2种行为，需要透过严格医疗程序来判断。 所谓的安乐死，其实它涉及到医师结束自杀，或者是这个加工死亡，是涉及现在我们刑法的这个刑责。咱国现行有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对着无法度治好的末期病人，无实行心肺急救，敢若提供舒缓痛痛医疗照顾。除了安宁医疗以外，今年6月实施的病人自主权利法。 针对末期病人永久食不人等5大类病人，当事人在清醒状态应事先书面入约，表达拒绝医疗服务，面临死亡无确定性，更加重要是安怎积极陪伴，降低病人的痛苦。我们让他可以平安的，然后走完这最后一段路，我觉得这是安宁病房照顾最大的目标。有时候是等不到尽头，他也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快就会离开，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是比较难受的。伊咧看协助自杀，安宁医疗界普遍无支持。卫福部是讲，安乐死依然有医疗伦理争议，需要更加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人类敢是大自然的帮派呢？日前一直发现讲海底海岸跨沙的情形一再发生。根据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上新的研究，伫西太平洋热带半海底甲瑞士海底体内累积的重金属厚度是比中世纪佫掘出10倍外，甚至超过100倍。学者认为讲人类是上界重要的污染源。今年4月份，高雄基丁区北头附近的海沙堡，有6只细只海鲸集体扩大。所落来5月份，花莲市北滨海沙堡，各有1只海猪仔扩大伫海堡。台湾每一年超有70件海岸海猪扩大的事件，毋过拢毋知影原因。专家学者甲因的北内提出来化验，检查讲敢是无细致食着粪扫，还是得着传染病等等，不离个拢无确定的证据。最近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发表一份上新的研究调查报告。发现西太平洋的热带半海猪、甲瑞士海猪、甲中世纪的样本来比较，摄入银膏的高度高出10倍，而且更有100倍以上。它身体里面所蓄积的银跟铬都增加了10倍，它的肝脏的银可以到达5，所以是增加了100倍哈。
学者指出，最近20年以来，大米银使用量增加，包括洗衫机、冰箱或者是清洁用品，拢有加入去大米银的成分。垃圾水的处理若无做好，就会排入去海底。年几月深掉后，海洋海底的北内地掠着真侪重金属。没有办法自然分解，或者下大雨的时候又会冲到海洋里面去。鱼类的话，那在体内的重金属比过去都来得高很多。根据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研究报告指出，海中重金属的高度甲人类活动敢是有相关联。海洋海底体内重金属有偌济，嘛会当做是海洋环境污染进程的预警，嘛会当进一步来了解海洋环境恶化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烧麦无好喙，烧拍是无好手。不过，伫新北市三峡龙运埔有一阵社工甲教练创一队甲原住民的囡仔拍模型，透过拳击运动，或者佚佗囡仔也变做是国手。脚步正活跳拍拳的节奏嘛真流利。新北市三峡的龙运埔国体有一阵都市原住民的青少年囡仔，因身躯顶排刻板印象的负面条啊。社工和教练伫社区创立职员拳击队，甲这囡仔为街头带转来学校，才培育出真侪位优秀的选手、国手。把他们原本的活力，就是不要搞破坏啊，那个闯祸之类的。拳击它在台上是有规则，不像跟打架一样，而且两个人在对峙的时候会很花脑力。他们很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要去跟一些老经验的选手去进行擂台上面的交流，其实不简单。而且他们都很勇敢的去做出每一个拳法。职员拳击队的囡仔，唔来伫社区咧练，因真侪人嘛加入三峡国中拳击校队，因甲原本无所在摊去的力量用来练搏胜负，透过体育管道步上高中，用拳头步开一条未来的路。一般来说，有很多的学生，像原住民的学生，可能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然后就借由一个管道，让他升学，让他比赛，让他自己有发光发热的地方。创立职员拳击队的乐奥协会，伫咧社区10年的经营，陪伴100位少年囡仔，因希望会当继续陪伴部落的囡仔大汉。那20几个孩子，他遇到的问题可能是被放弃，可能是流浪，那可是这个陪伴让他们有力量继续往前走。社工和学校做伙，甲这都市原住民的囡仔接调咧，互原本因为经济也是家庭可能无法度读册的囡仔，会当继续升高中、大学。虽然因为政策改变，职员拳击队险都无法度维持，不过近来民众的小额捐款，互因有法度继续想办法来陪伴这囡仔的成长。记者尤怡珍，新北市报道。伫台中有一间专门予人寄英歌鸟的宠物店，或者是英歌鸟旅店，甚至店头家爱英歌鸟是爱甲办一场音乐会，予英歌鸟听。讲看到这个英歌鸟对着音乐伫咧摇，看起来真古锥。好听的音乐表演，互民众拢听甲真入心。真足一看有英歌徛伫演奏者的肩胛头，对枋寮顶动身躯。原来这是一场专门办予英歌听的音乐会。因为鹦鹉它们的发声构造跟乐器共鸣的结构蛮像的，所以他们听到乐器演奏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像是乐器在跟他们对话，他们就会觉得很放松，然后心情很愉悦。伫台中玉德里有一间予英歌大的旅社，头家爱英歌爱甲痴迷，甚至搁替因办音乐会。邀请乐团来表演予英歌听，业者讲安尼会当予英歌心情放轻松，唔但心色搁趣味，主人嘛感觉真欢喜。我们家养了3只鹦鹉，然后后来就是在练琴的时候发现，他们有的会跟着节奏会打拍子，然后有一些是你吹有节奏，它会跟着节奏晃。然后有一只它会唱歌，其实它会呜唱歌，然后就发现他们是喜欢听音乐的。演奏到比较强烈或快速的片段，然后它就会摇摆得很激烈这样子，然后比较缓和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缓慢这样子移动。它就是会跟着节拍，然后跟着乐曲的波动，然后来表达，用它的身体来表达它的感受这样子。所以就是觉得还蛮好玩的。英歌的体型差不多甲2岁到7岁的囡仔同款，因唔但会对节奏摇来摇，有当时嘛会对音乐唱歌。这场音乐会就亲像用音乐甲英歌开讲，唔但特别嘛，互主人的心内感受到温暖。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倒油，有人讲倒啊爽，倒顶爽也是倒顶伊。这物件受到少年的朋友介意甲喜爱。不过，这个物件呢，有一项是需要用台语来算的倒啊爽，是由5位无啥会晓讲台语的少年家来发明的。要安怎算？咱做伙来看。全世界头一个台语倒啊算要完成规套的游戏设计，团队用2-3年的时间，经过真侪版本的修改，不断试算、听建议，才来完成这套游戏。比如说角色技能更明显，然后还有你可以选择的东西有差别，像是因为这个是有人跟我们反映说，哪一个东西可能很容易搞混，所以我们再重新更新之后才上市。除了游戏本身的设计概念以外，因为是用台语来算倒啊算，所以伫人物设计以及包装嘛，拢有特别加入台湾味。后来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它那个小猪的帽子刚好是红色、蓝色跟绿色，然后那时候就突然想到，那其实台湾传统的非常就是庶民时尚的一个这个咖喱杯啊，刚好就是这3个颜色，而且这是非常非常凑巧。团队一步一步将原本伫头壳的想法变成实际成品推出，过程当中嘛捌拄过有人无看好，感觉因一定会失败。不过这群学生真有自信，一定会做出成功的倒啊算。因为迄个时阵，我会甲阮的提案互老师看啊。迄个时阵有3-4个老师，都一个老师讲，你这一定会失败啦。我来老师，阮的募资就成功的呢，多谢你当年啊，甲阮建议啊，阮都有听落啊，个修正阮的都啊，顺便讲如何算。因为发现现在人愈来愈袂晓讲台语，所以推出全球头一款台语倒啊算，创造大家轻松讲台语的环境，用少年人的方式，希望会当互这个语言永远流传落去。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3度到34度，中部地区为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5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5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人讲海底世界是自由自在，也带恁来到外国去看卖，也感谢今仔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个时间咱再会。